因为你知道牧场会产生很多的废水出来，那我们以往的话呢，我们会去就是经过我们的污水处理设施3段的处理之后呢，它会直接排出去。那当然我们排放也不是随意排放，我们也是有去跟水利会申请排放许可证，那去排放出去。可是它会依照你排放的量然后去计算你的水污染防治费，所以这笔费用也是变成是我们一个成本。以前的废水没有，就是都是直接排放，然后那个沥出来的那个牛粪啊，都是请人家载，然后一趟大概都3500啦，然后1个礼拜需要2趟。我们是在107年就加入这个计划，那发现这个计划对我们牧场的帮助很大。除了污水得到处理之外，主要是我们的牧场，我们会去租用农地，然后来种植牧草，之后收割给我们自己的牛只吃，来减少成本。畜牧粪尿中含有氮、磷，这个可以作为那个作物的那个肥分元素。然后我们把那个粪尿中的那个尿畜牧的那个尿液，经过厌氧发酵成藻液藻渣之后，它这个肥分高、臭味低，可以施灌到农田，减少那个避免土壤酸化。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市畜牧产业发达，而畜牧产业要有序经营，一定要重视环保。台南市环保局积极推动畜牧粪尿资源再利用，让畜牧废水转化为农地的养分，回归土地。环保署更大力支持补助购置藻渣藻液及运输车辆，提供免费集运及试灌服务，期盼更多农民加入，让环境更美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环保局长怎么说吧。台南市推动藻液藻渣的再利用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呢，那基本上可以达到最基本的2个目的，一个是减少土地跟河川的污染，另外一个部分是藻渣藻液的这个肥分的再利用。那台南市呢，目前呢有188家的畜牧场呢去接受我们这样的辅导再利用的计划。那也因为推动这些计划，我们每年大概可以省下来了74万吨的水，同时呢也省掉了大概185万的操作费用。另外一个部分是因为不使用化肥了，所以呢肥料的钱呢也省下来，大概有580万左右。所以这样的一个节省的效益，再加上减少污染的效益呢，我想是值得推动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未来还有更多的畜牧业者呢，能够去加入我们这个藻液再利用这样一个计划的行列里面，让我们的台南市的畜牧业呢更发展，同时呢，我们的污染也可以更减少。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顾家，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第一新闻。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台南市运用中央第2波疫苗进口作为。根据了解，台南这波将分配到13000剂，市长表示，除了第1类的医术人员优先，卖拨1300剂给符合资格警察、消防人员。根据了解，第2批中央241万剂疫苗，暂时分配到13000剂，预计28号来做。对此，市长吴伟铁表示，除了第1类医术人员优先，这批嘛将符合资格第1线警察、消防人员列为优先名单，避免因执勤当中遭受风险，总共1300剂量。对于疫苗施打的部分，我想非常多的市民朋友们都很关心我们医护的健康。我们知道，像双北还有一些地方，我们医疗量能都已经出现了很大的这个压力。那所以说，基于对于我们第一前线医护人员的一个保护，我们疫苗的施打当然以第一优先的医护人员作为优先。那警察的这个施打的部分，我们也做了一些
妥善的安排。还有基层诊所，其他所有的执登医事人员，所有非医事人员、法医人员、集中检疫所的人员，都在第一类施打的目标，再加上我们参与防疫的两个一起啊，再加上我们参与防疫的警消人员，我们共拨发1300剂，给我们参与防疫的警消人员，那总共是13000剂哦。卫生局长进一步表示，这回警察小人员特别拨1300剂名额，不过为了避免群聚，要呼应到病院甲卫生所，而且分区前往警消各分局来做。当然嘛，因为各县市疫苗的需求量真大，想要自行采购。对此，市府表示，有关疫苗，因认为也是需要由中央把关，严格审查过后的合格疫苗才安心。有疫苗就好，但是必须是有效的疫苗就好。前一波是大家在批评 AZ 疫苗的声音，其实也是蛮大的。说有人会有不良反应，说这个欧洲哪个国家已经全面停打了。那这个如果现在是讲有疫苗之好，那先前就好。那么先前这些话又是从何而来？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政府的政策，我们当然会努力的支持。那希望说大家都有疫苗，都有医疗资源可以用。那对于民众的反应，尤其是专业的医护人员、医疗护理人员的反应，我们也会反映给中央，希望中央也听到地方的声音。某位医师提出说，筛检政策其实我们筛检政策一直没有很固执也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的医院本身就有筛检的量能，但是因为医院也要负担一些疫调中接触者的一个筛检。所以我们的台南市的卫生所的一个社区筛检站也很早就开始那我们一开始是针对高风险那些我们在足迹公布的时候匡列不到的希望他主动来我们的卫生所筛检。但是随着我们的疫情慢慢升温，我们的医院量能也越来越吃紧的状况下，其实我们在昨天早上就公布说，第一类5月1号具双北旅游史且出现疑似症状的市民，就可以来我们的卫生所做一个筛检做筛检。那我想很直接可能是有提到说快筛的部分，其实在特定族群，我觉得我们是同意使用的，我们也是觉得是可以使用。但是如果对于广大的族群做快筛，所谓的抗原快筛其实是会有很多伪阳性的出现。那这一点其实我们也都跟我们的专家也在配合我们会有配套措施。所以其实我们的筛检政策一直在滚动，并不是所谓的一直坚守一定的立场而不能转变台南新闻顾问及张硕维采访报道。2月前3期警戒以后，停课无停学，就是政府宣布的政策。对此，台南市因应这波佮延长停课，教育局长27号嘛提前公布未来2礼拜新的公办直播教学，嘛希望予线定学习的科目更加完整。为了因应延长停课2礼拜到6月14号，学生伫厝内安心学习。上午教育局长伫防疫记者会中表示，公办的线顶直播教学对5月20日播出以来，除了台南市老师、家长甲学生肯定，连外县市拢学乐，开播时间已经突破240万人观看。台南市那么公版的停课不停学的直播，刚刚市长提到了，的确我们服务了相当多的县市学校里面的老师、家长还有学生。那这一张图表可以看得出来呢，我们只累计4天，从20号到25号呢，我们在5大科目里面呢，那么学生上线的这个去点列，那么去观看的人次相当的多那当然累计到25号呢，就有240万个人次。那其中呢，其实北部大概占了69%，那中部大概14%，那南部呢12%。但是事实上我们还会更多，因为我们有策略性的去传递给家长，直接点列上 YouTube， 这是我们避免了资讯中心会有塞车的情况。那东部地区也有5%。那我想这样的观看人次呢，给我们的伙伴呢，其实蛮大的鼓舞。虽然大家都很辛苦，因为每一个老师呢，他们除了要在自己的班，还要去备课，那么又输人不输丁所以呢，有的都备课到晚上我想我们的伙伴真的很热情，而且很感动。那我们呢，为了继续呢，因为有2门课，2个礼拜的这个停课，那后续接续怎么办？所以我们总经呢做了一个盘点。
那我们盘点的结果发现呢，其实刚刚这里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点阅的人次呢，我们发现主科是最多，国语、数学跟英语。那另外来讲就是低年级最多，低年级因为低年级呢各县市大概都没有办法提供给他们所谓的远距的这个教学，那我们的公播相对就点阅率非常的高。会中局长进一步公布，对5月31号开始，未来2礼拜新的公办直播教学课表，让老师学生会当提早规划伫厝内自主学习的时程安排，卖当看出包括6大领域8科目课程经多元完整。下个礼拜开始，我们的课表呢，会从目前呢，我们大概就是每天国语、数学、英语，下午是自然跟社会。那么调整成这个课表，我们主要会聚焦在1到6年级的这个学生那课程的部分呢，我们一样在主科的部分会有国语文，然后数学、生活，然后下午呢是自然跟社会。可是呢，我们低年级的部分呢，可以看到上面这个部分，我们在国语文的部分，我们礼拜3上午的一节呢，我们加入了健体。大家讲说，那除了这个线上学习之外，也要动一动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健康。所以我们在这个第1节课的时候，我们礼拜3的部分是调整成为健体，用主题式的，那么来教我们的孩子呢怎么样吃得健康，也要适度运动。然后我们低年级的部分呢，第3节11点呢，我们加入了全英语的主题课程。双语教育是台南市的强项，那我们有一些外师搭的本国师呢在进行教学。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也去规划这样的一个课程，那应该是非常的精彩因为外师跟着本国师一起搭来上全英语的主题教学，因为它不能分科，所以我们用融入的方式来进行。同时，教育局针对全市各中小老师线顶教学的现况调查，特别伫高中老师采用同步远距离视讯教学的比例已经达到95%以上。也是讲，各中老师拢已经普遍有独立进行视讯教学能力，而学生卖当适应这款互动式的教学。台新闻军及张硕维采访报道。当大家焦点拢放伫防疫时，其实也有一项使人烦恼的，就是欠水的危机。特别伫降雨明显不足之下，究竟目前台南市的水情如何？对此，水利局长表示，虽然目前依然是减量降水，不过因为水库的蓄水量持续偏低，所以呼民众一定要加强省水。疫情严峻，伫持续无落雨之下，水情同款严峻。根据水利局长表示，台南市水库的蓄水量持续偏低，包括展文、乌沙头、甲南华3座水库只剩6600万吨，以溪南地区一天用水量需要30万吨为例，再次呼吁民众爱节省用水。现在目前真文、乌山头跟南化水库3座水库的蓄水量，那目前大概在6600万吨左右那也确实，现在目前这些的水量的部分尤其是在南化水库南化水库这几天的大概它的蓄水量大概是在800万吨左右。那还好，我们昨天这2天大概在山区，在南化地区大概有一些降雨的一些情形大概像昨天最高到累积雨量大概有70毫米左右从我们的这些蓄水从水库的水量稍微有一些提升，可是就它的一些蓄水的它现在的蓄水量的状况，依照目前我们整个供应，我们西南地区永华6区这样加上仁德那个归仁跟龙崎关庙等区域大概它一天的用水量，它大概有接近在30万吨。所以以它目前的一个蓄水状况来说确实对我们的水情是稍微是有一些严谨。那当然就是说，可能我们大概也希望老天爷能持续下雨之外能提供我们的足够的一些的蓄水的一个供应的水量之外呢，当然在呼吁我们的市民朋友多加的节约用水。对于天公伯也无明显落雨，民众拄仔欠用。其实市府透过水资源中心的放流水以及建造工地地下水开放，予民众取用，嘛是重要抵抗旱灾方法。在市长这边的指示之下，我们台南市水利局大概也跟公务局等
我们相关单位，也去到我们看我们现在工地工地的一些地下水是不是可以供我们的自来水或者其他的公用水的一些使用的部分。那目前呢，我们也前阵子也去看了归仁一个家展那个建设公司的一些它的一个工地。那目前呢，它现在一天的出水量它投入到我们的自来水官网一天大概380吨那接下来我们在善化雨城的建设工地目前大概也有一些大概有400吨的一个用水也可以投入。那接下来我们大概也有再去找其他的工地，陆陆续续可能会在5月底也会来投入我们相关的一些设施来做使用。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那个水质中心，也就是所谓的污水处理厂。现在一天呢，大概可以提供16800吨的一个我们处理过后的放流水来供民众来取用。那现在经过我们统计，就是民众使用跟我们相关厂内的使用，一天大概还有3000吨的用水。那再加上我们树谷园区的部分的取用，还有我们现在永康提供一天至少2500吨的再生水，目前在我们的目标的取用量一天有大概6000吨左右。现在目前的未来供水的一个情势的部分，现在在那个中央那个南水局跟自来水公司第6区管理处一共同努力之下，当然目前都还是在我们的灯号都还是维持我们的橙灯进行一些减量供水的情形。那市长这边呢也嘱托我们这边水利局跟自来水公司第6区管理处这边是不是来协商，未来是不是全区能尽量朝向能减量供水，不以进行公务停这种方式那这个第6区管理处这边大概做了初步的回应那他们有很多的一个方案，现在目前也报到中央，那最后会依照中央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应变中心的一个决议来做相关的办理。那刚才有特别提到，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些方案，都会在相关的评估作业中。水利局长表示，到目前为止，虽然欠水，不过台南依然是减量供水进行，也未到供应5天停水2天的程度。而且大家在关心防疫、勤洗手的同时，也会关心水情强度难关。台南新闻军及张硕维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因应疫情严峻，立委林俊宪甲议员蔡小伟服务处双双配合咱在地企业宜山国际开发以及宜山幸福协会，提供50吨的次氯酸水，互民众免费来提，希望加强社区环境消毒，共同防疫。由宜山国际开发公司甲台南市宜山幸福协会筹备处共同发起的免费提供次氯酸水，互民众作为环境的清洁甲消毒。日前透过立委林俊宪甲议员蔡小伟服务处来设点，免费提供民众所处。非常感谢即个透过咱完善协会咱的杨总裁甲咱的洪总干事来特别关注咱的次氯酸水要互咱市区的市民来做消毒防疫的工作而且嘛非常感谢咱的完善协会，咱的杨总裁过去嘛伫个即个口罩的捐赠喙炎的捐赠，伊嘛付出真济啦这会当讲安尼抛砖引玉互咱大家社会伫个人人自危的情况下，大家都很害怕疫情，他还可以愿意这样子站出来第一线愿意来付出，非常感谢我们的圆山协会在这一次的捐赠。在去年的时候呢，我们本身呢就是已经发过一次，后来呢感觉起来效果还不错，而且疫情呢也因为我们在发了之后，其实感觉起来还是就是平复的比较快一点这样子。后来我在今年呢，我们协会呢一样是觉得说，希望说可以为社会来尽一份心力。好，后来呢在台南市，我们目前呢总共的预计发放的数量大概会有500吨。议员表示，宜山国际开发公司长期落实社会公益，
去年伫个口罩荒的时，就对国外采买6万个口罩提供民众来使用。现在本土疫情搁再严重，因嘛提供次氯酸水予民众来索取。你装这次氯酸水主要是要做什么用？阮做环境的消毒，像迄个涂骹啦，迄个厝前厝后啦，即个阮做环境的消毒吼，比阮迄个讲咱若用酒精吼，迄是会当直接喷人体，但是迄销量较大，迄酒精吼的来源较少，咱咧处理盐水吼，咱就一寡家具啦，啥物话漆桌啊、漆椅啊、漆涂骹、漆地板、漆门吼，咱处理的所在安尼，用即个吼。会当达到消毒病毒的效果安尼。因为它这个有喷雾，所以我们如果出门在外的时候，就可以随时都可以去自己做一个随身的消毒，那可以保护好我们自己，也可以保护好周边的人。现在本土疫情搁再严重，吸引未少的民众来索取次氯酸水。开发公司甲幸福协会表示，因为次氯酸水袂用甲皮肤接触，只用来提供环境的清洁甲消毒。而且嘛袂用的见光会还原，因此建议民众索取的时，要用袂透光的桶仔。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马在是这份北江准好天气，29度到32度，落雨记录3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感谢收看5月27号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